今仔日是世界动物日，这动物保护团体伫立法院颁发第3届友善动物杰出村里长奖，予5位的村里长。这个村里长呢，唔但照顾这流浪的猫仔狗仔，也有人维护故乡的生态环境，结合社会力量，推动生态观光。5位来自台湾各地头的村里长接受颁奖，因是台湾动保监督联盟今年选出来的动保村里长。这个村里长唔但照顾流浪的猫仔狗仔，甲社区打造真侪友善动物的环境，更有人推动保留家乡上自然的生态，亲像高雄基山码头山的老文堡。废弃物掩埋场要来设置，所以我有这个启发要出来选这个里长。为参与抗争到当选里长，老文堡心心念念故乡的鹿仔甲拉里，伊甲里民做伙成立码头山自然人文协会，守护这片土地的动物。另外，伫咧南投埔里的客家囡仔林友琴，10几年前返来故乡推动生态保育，顺利获得地级保育类的台湾白鱼。让我们一心社区里面家家户户都知道，台湾白鱼就在一心。那台湾白鱼喝的水就是一心里喝的水。来到台湾上南边挖太平洋的港口社区，村长杨秀兰10几年来透过生态旅游甲教学，唔但逐年吸引真侪游客参访，更互少年人愿意留伫港口讨谈。透过我们的生态旅游以及产业的回馈金，然后支持社会福利，更形成正向的循环，让我们的保育工作持续下去。动保团体表示，这个村里长平常时拢真无闲，佮愿意半工为动保出力，实在是真无简单。未来因会出一本册，甲动保村里长的经验讲，互其他的村里长参考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